大家好，阿弥陀佛，吉祥如意。今天是农历张历6月4号，实地法轮的日期，吉祥的日期。这个月做的功德是加倍加倍、无量无边的。大家都本来是知道的。今天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农历4月15号天亮的时候，在布达嘎呀菩提树下面成佛。成佛以后呢，大梵天王、四面天王等等很多的天王供养佛陀，又选吉祥螺、海螺，还有纯净的法轮供养祈求佛陀成佛以后传法。佛陀不愿意，佛陀说：“我得到的般若空性究竟不可思议，该路不传给大家，因为大家都根基不够，这个意义听不懂啊。台语来讲都听不啦，所以佛不愿意传。佛陀49天再躲起来闭关样子。”不传法，刚好49天是今天农历6月4号，刚好49天的时候到瓦拉纳斯，鹿有苑嘛，就鹿动物嘛，鹿有苑，瓦拉纳斯在五大比丘给加持五大比丘了，5个比丘呢，自然变成比丘了。然后呢，又得到无我法无我，又得到阿罗汉了。然后呢，5大比丘一起，还有我们藏文讲扎瓦先生团体100多人，也是接受实地法轮呐。所以今天的日期的时候，原来没有圣宝，圣宝也开始了，5个比丘等等。原来没有法宝，法宝也开始了，实地法轮嘛，苦集灭道的法轮嘛。所以农历4月15号是佛宝显现出来了。娑婆世界3界轮回里面，净饭王的儿子成佛了嘛？佛亲自度众生显现出来了。49天以后，就6月4号呢，法宝也显现出来了，圣宝也显现出来了。所以今天的日期是三宝里面法宝跟佛宝圣宝开始的日期。还有可以讲，今天是法宝跟圣宝搞定的日期，三宝搞定的日期了。今天农历6月4号这个日子是非常重要。因为6月4号佛陀没有传法之前，法宝也没有了，圣宝也没有了那今天的日期佛传给以后呢，法宝也有了，圣宝也有了嘛。那有些想佛陀没有成佛之前也有三宝，佛陀没有到瓦拉纳斯，佛陀没有见面5个比丘之前也有三宝，有些想这样子。
其实那个之前没有三宝。过去的贤劫前佛，过去的佛的时候，也过去的三宝。以后弥勒八大菩萨其中一个弥勒佛成佛的时候，弥勒佛时代的有三宝。现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三宝是农历6月4号开始，那个之前没有真正的三宝了。那其实大乘佛教跟无上啦、无上密宗啦、大圆满等等里面讲很多的三宝。比如说应成显教来讲的话，灵鹫山般若经的这个法论无相法论但是那个不是人的面前传的，那个我们人不知道的，那个都是佛神通来传的。佛的眉间光明出来，然后天龙八部、八大菩萨等等那个是大乘般若、大乘佛教以外，全世界的一般的佛教也不一定承认的。还有密宗里面说，密续里面说讲普现法身佛，金刚种智，佛也我自己，法也不可思议，时间也过去回来，现在无有的无时间，眷属也我自己等等，这些都是深义谛的话了，最高级无上密的话了。真正的娑婆世界人类里面弘扬是经典的日期6月4号传的四谛法轮四谛法轮是所有法轮的基本，所有佛教的基本那个之前三宝是不一样的了。平常讲的三宝，我们也密宗里面也有讲嘛，佛宝、法宝、僧宝也三宝，气清净、脉清净、明点清净也三宝，本性空佛宝，自性明法宝，背信偏照僧宝，上士佛宝，本尊法宝，空性僧宝就是有些说三根本三宝，有些说觉性自性三宝，有些说七脉明点三宝，有些说化身报身法身三宝。这种是也当然有说明了，但是那个不是重点，那个是修行人、真悟的人、开悟的人、无上密大圆满的一个特别殊胜的深义谛的一个方式的讲法了、说法了，真是人类大家共同承认，眼睛也看到，耳朵也听到，历史上面也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三宝搞定的日期就是今年农历6月4号，三宝搞定的日期，这个大家要知道。因为农历6月这个4号四谛法论的节日，很好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家不知道这个是最基本。大家以为三个法论都是三宝，三个法论都是三宝，其实不一样。这个三宝呢，声闻独觉也承认，唯识中观也承认，外密四部行部有家，内密马哈阿努阿底大圆满大所应大中观，全部的最基本的法论是四谛法论了。有些说四谛法论是小乘的，四谛法论是声闻独觉的，四谛法论是根基小根基的。其实这个四谛法论的意义大圆满里面有大圆满的四谛法论，
无上密里面有无上密的四谛法轮，菩萨中有菩萨的四谛法轮，声闻独觉中声闻独觉的四谛法轮啦。所以这个四谛法轮是法宝的最根本啦。法宝呢有两种，一种是正法，一种是教法。那今天是正法跟教法两个无二无别的日期啦。很多人说三宝的根本是佛宝，其实三宝的根本是法宝。法宝里面呢不是教法正法。有正法佛陀也会成佛啊，没有正法佛陀不可能成佛嘛。所以佛宝重要，法宝重要。问的话，如果的话，法宝重要。法宝里面呢，教法重要或者正法重要呢？一般的人来讲到教法重要，究竟的原来具圣的觉性是正法了。长寿佛的长寿也正法，观音菩萨的慈悲也正法，文殊菩萨的智慧也正法，法身不可思议大圆满也是正法嘛。所以这样子教法正法的法论跟究竟的圣宝菩萨跟阿罗汉跟声闻独觉开始显现的日期是今天哦，大家要明白了解哦。今天做功德的是无量无边道哦。阿弥陀佛，吉祥如意，世界和平，众生愿乐，所有的疫情的传染病赶快消除。阿弥陀佛，长寿佛，吉祥如意。